请问味噌汤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味噌汤哦，味噌汤美秀这边的答案是豆酱汤，啊，是大家拢知影哦。味噌汤就是米线嘛，吼米线是毋是拢有内面拢有豆啊？啊，你是毋是拢爱去家用迄磨到变水？哈，嘿，啊，其实迄物件就是豆酱一哦锅，哇，爱甲磨到变煮了后，迄汤会流落来，就变迄汤，嗯，嘿，甲磨好平安呢。是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豆酱汤是阿雄，我的答案是咸豆水。兼豆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伊都是生咸的豆啊嘛，对不？哦啊了吼，日本人叫做米线，啊来到台湾人亲看到，伊哦这咸豆啊，所以叫做咸豆水。是尾啊吼，这改这个名，叫做什么米线汤啦，什么的嘿。是，啊，不过伊是豆酱做的啊。啊对啊，但是伊是咸的啊。哦，是豆酱做的，佫是咸的。嘿啊啊，不过美秀的答案是豆酱汤啊。阿雄的答案是咸豆水。哎呦，到底是豆酱汤还是咸豆水咧？来，两边请选择。美秀。阿雄边一边。哦，我唔知影。哦，大家拢足相信你的哦。哎，嘿，来，咱就讲做妈妈中去厝的你煮啥？煮家嘛，对啦对对对妈妈应该知。好，来，Jenny 我讲豆酒汤，啊，毋过伊讲咸豆水，咸豆水啦伊。讲迄吼不一定骗人诶。对，我感觉，嘿，我是迄边骗人的。无你骗，因为阿姊已经中2摆啊嘛，对吧？哦，而且你搁讲迄个较早时阵的代志，我感觉有可能。就台湾人拄啊看到的时阵嘛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我讲的是较现代啦。对哦，有当时啊听查某囝应该嘛是对啦。嗯啊，毋过若无对，你毋好甲拍哦，吼，唔好拍完看哦。加法子哦。是，好来问这边的咸豆水。因为我是听秋田阿嬷讲的，哦，对阿嬷对交代啊阿嬷讲交话啊。代，因为迄是酱，嘿，另外就是豆酒汤，啊个味噌汤是讲迄咸豆，咸豆。安尼煮出来水啦，嘿，哦，咸豆所以是煮水咸豆。咸豆煮青蛙水的意思。对吧对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咱揭开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豆酒汤。嘿，妈妈对啊，莫个拍，莫个怕，不要紧，咱这无分数，不要紧。对嘿，就原本迄个分数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这条爱听阿母的话啦，哈。来，因为咱的米线汤内底掺的这个米线，伊是用黄豆去发酵就是发酵哈。啊，迄个所以个叫做啥豆酒汤。平常时啊，两位拢爱讲台语嘛，吼。台南人啊。台南人。哦，足够就爱的。讲台语的。啊，你是台我北？即马在学，我即马在，因为我即马在拍戏是要讲台语的，哦所以我即马就有在学台语。袂歹。好啊学，好而且阮还有老师伫遮，你拢免惊，尽量讲，若看到啥不要讲，就尽量讲，好然后老师会甲你教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行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影片吼，来请恁讲出这个城市是伫咧什么哦，两个字尔哦。两个字的所在哦。嗯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哎，哦，两个敢若拢捌去过，敢哦，这就真明显啦。是打一个先，阿免达，阿面大先来，这个写字是你若讲英文不要紧。 London，我来感觉听个华语差不多。伦被安怎讲啊？嘿，London，我记英文会使啊。哦嘿，London，OK， London，嘿，来，老师，London 对唔对？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来，咱继续来去遐佚佗一下吼，来，继续看。啊，伦敦之眼。嘿，哦，中哎那个叫什么中桥啊？嗯。哦，有
边然后带妈妈去遐佚佗。好，是。后来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伦敦的台语叫做伦敦啦。伦敦啦。啊，这伦敦是英国的首都，嘛是英国上大都市。啊，英国第2长的这个河叫做这个 River Thames， 就是泰晤士河啦。咱若换做台语来讲，泰晤士河吼，伊的顶悬有起一条啥？咱拄仔看到迄个塔桥。塔桥、塔桥啦，吼，叫做伦敦塔桥。咱细汉无捌唱一条歌，伦敦铁桥有无？啊，大写来迄吼，啊，是一个恁拄仔看到，伊是一个关塔式的、高塔式的，还有关塔式的铁桥。啊，你会当徛伫迄桥顶吼，豆豆欣赏啥？这泰晤士河美丽景致，吼。啊，伦敦嘛是世界的艺术中心，你3脚步啊5脚走。都有一间啥美术馆哦，所以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城市。好，第2位是妈妈，平常时啊，阿免达伫厝有乖无？有乖吼，是。那你头问这问题？啊，有交男朋友无？无，哦，你介绍。少年呢？有人有迄落无女朋友的无？这多好。啊！但是你较瘦，我今日较袂堪的。啊，是，你已经有女朋友啊？无。你看。哦，无我要叫我落啊哦。杰尼斯。张嘛。小看者啦。惊啥安怎？漂皮少年。一开始想少年。哦，食有去过目睭你查某囝嘛真少年呐。对啊。对无？你介意你的囝婿以后生做什么？有啥物款的条件无？条件无？无条件。乖就好。爱我。爱哦，伊讲爱伊啦。对了，是乖，但是无爱伊无效啊。对了，爱也要趁钱，吼，啊，顾家安尼就好啊。是，啊，那咱少年呢？偏偏要娶某啊？你几年岁啦92啊。就少年的呢。22岁尔。好，来，先带张嘛来去佚佗啊。好，上回今日要去倒去佚佗？是。甲2位报告刷的这影片吼，且甲咱讲出伊是世界上第2长的河哦，伊是什么河？嘿，3个字的哦，吼，什么河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哎呦，哦，来，你知影答案？你的答案是亚马逊河。亚马逊河。哦，亚马逊。亚马逊河。这是华语。嘿。Amazon。哦，英文袂歹呢。嘿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伊拄仔讲的 Amazon 对唔对？好，恭喜。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你就3000咯。不要紧，妈妈，咱继续甲看落去哦。好，来继续看落去。哇，有够水的。哦，这是食人的鱼啊。哇。哦，而且现场看惊咧。对啊。好，来，世界上长的是尼罗河啦，吼。啊，第2长的就是这条亚马逊河，咱用台语就安尼讲亚马逊河，吼。好啊，迄个虽然伊是世界第2长哦，不过伊的流量世界第1嘞。哦。啊，差不多迄个流量偌济呢？咱知影中国上长的是啥？长江。吼，伊的流量是7条长江的流量遐济。哇！7条哦，所以占世界河流总流量的20%。啊，伊的支流有15000条，绕过3个国家。哇！差不多规个澳洲遐尔大，所以是世界上边境流量上大、绕过面积上大、支流上济的河流。请问，过年拢爱食长年菜，北部的长年菜是挂菜，啊南部的长年菜是什么菜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你无可能今晚要吃完了吧？3000块尔免吧？嘿，是北部的是。吃落时间要到哦，南部什么菜？嘿，鸡丸。是要吃完啊？鸡丸，哎呦，
要安怎啦？查某囝你叫你啊啦。还有家己的，还有家己的啊。淡薄是啥物菜啊？啊，毋过我食嘛是挂菜呢。我拢食的是挂菜。啊，妈妈咧，妈妈知无？咸菜，哦，咸菜，咸菜，咸菜是咸菜做长年菜，可能食了爱洗油脂嘿哦。啊，是吧？那是常年菜、芥菜呀，要不青江菜。哦，哎呦，头姜仔菜哦。无伊讲是条根仔菜啊。条根菜，我无要相信伊，你无要相信？因为我感觉应该唔是。哦唔，是，啊，无是什么菜？应该我也不知道。你感觉是较大？我感觉是较大的。南部嘛，白菜，白菜，哎，嘛袂歹呢。白菜肉真好食啊。有影。哦，所以讲白菜吗？相信妈妈好啊啦。青青江菜。好来，青江菜对唔对？伊个南部食的吼是培玲啊啦，培玲啦吼。啊，这培玲啊吼，你爱安那规丛哦，啊，落去煮，啊，袂使甲切断。讲安尼，你的会收食的久久长长。哦，哎，咱这唔捌听过呢。哎，问台南的。哎，台南的有无？我感谢老师，互我知影这个。哎，可能以前较对啦。以前的时阵。无，阮细汉台湾食迄啊，我台南人啊，我嘛台南人啊，我拢食培玲啊，嘿。是。我无。不要紧，阮爸婆即嘛嘛爱落啊，加落啊，盖一下，啊嘛袂歹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搁刷来加单。万五还未出哦。我来拣一个地牛好啊。地牛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地牛的奖金偌济。哇！地牛来啊！你也科技到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，咱会用地牛冰心来讲地动？啊，你敢知影这句话是对原住民，还是对日本人的传说来？是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那会遮困难呢？系啊。是。我想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想应该是原住民。原住民。嘿，是。应该是原住民。是。好，好来，原住民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到万五哦，了。厉害！任何的民族拢有神话传说，吼啊，因为咱台湾自古就安那高地淡嘛，所以住伫遮的这原住民，因就有啥地牛翻身的传说，吼，这是安那足自然的代志。啊，譬如讲咱的阿密斯就是阿密族啦，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周族。周族啊，因拢有啥相关的传说，所以这地牛翻身这句话就是为原住民的传说来的。